迎收听1月29号的迦南之声，我是诗谦牧师，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气象，危险有迹象。在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段经文以斯帖记3章10到11节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所遇见的危险，我们不一定全然明白，但是是有迹象的。如果我们在当中能够更谨慎看待，寻求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他是赏赐权柄，也保守人使用权柄，走向一定的方向。那个一定的方向就是让人经历公义信实，使用这个权柄。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主，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他更是慈爱怜悯的主。他不愿我们掉入在那罪恶当中。在新的一年真的是危险有迹象哦，特别是有许多的人在新年的时候要开始转换新的工作，去应征这个网络社团临时工哦，结果害他自己差一点变成这个诈骗的共犯，只是因为他把他自己的金融卡按着对方的指示，然后寄出去，结果差一点变成人头账户啊！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经意的对待，或者是这对我有益呀，可是可能对其他有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权柄，试探跟险恶有的时候会在不远处等候着，不一定即刻的带来对自己的伤害，但最终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轻忽自己的权柄，轻忽或者是随意的使用的时候，最终的情况就是带来损人不利己哦。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一位王，以当时来说，哇，这是一个不得了的王啊！可是在一次的决定里面，这个随意对待自己的权柄，轻信了哈曼的计策，结果没想到这个哈曼他很骄傲，很有自信哦。他觉得自己精心策划王答应他，结果这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主早就已经看见。他定义要使人经历公义，那我们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在人看来，好像接下来不一定有什么好事，然而我们的主却是定义要让我们不要活在那试探当中。今天的经文，哈曼让王听了许多他的谏言，觉得这个好，结果王亚哈随鲁王取下他的印章戒指，就交给了，在经文中还特别写说这是犹太人的敌人亚甲人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就把这个印章戒指就交给他。那时候的那个印章就是直接刻在戒指上，可以盖印结果王还说了一句他听完他说要杀掉那些就是对王国没好处的而且他们好像会制造一些动乱王没有去查证，甚至没有细问，就说好，既然我都听到你会带来的好处了，那这些人和他们的钱财就归你，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以当时来说我们如果往经文前面一点点，就是昨天的经文，34万公斤的银子大概就是一个国家可以到1/3到2/3的税收这是非常多的。所以当王听到这个好处之后，不会觉得是有蹊跷吗？有时候诈骗也是这样诈骗就告诉你说很多好处，甚至好处先给你，结果没想到那个更大的坏处在后面等着。这就是今天亚哈随鲁王在他的权柄当中没有去好好的管理，结果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危机。或许他觉得他有好好管理，然而更让我们看见更危险的人就是哈曼。哈曼更是没有善用自己的权柄，因为他把犹太人都看作是跟他不对盘、跟他敌对的，必须要消灭的。就一个主管或者是就一个宰相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说，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称职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像马太福音我们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马太福音6章13节所说的，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要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有2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救我们脱离恶者的危害，而另外一个可能在原文是更精准的意思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共犯结构中，不让我们参与在那恶者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那个刚刚说的这个新闻应征网络社团临时工，然而我们真的就是不知道，就在那不知道当中，可能我们一个不经意，一个没细问，一个没谨慎，或是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的时候，可能带来更大的危机。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像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所说的，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即使是进入在那个恶者的结构，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很多时候人就是这么的有限。然而我们的主却是要救我们的主，他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亚哈水乳王的权柄如今不在了，哈曼权柄也不在了。或许我们现在看见哪一个国、哪一个权势好像很显赫，很有影响力，然而这些权柄可以影响到永远吗？只有我们的上主可以。所以我们的上主不仅是可以，他有他大能，他赏赐人有权柄，并且他保守人善用他的权柄。即使我们可能差一点就在那危难中，或许你现在正在挣扎，搞不好会进入到那个共犯结构。恳求主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不进入在那恶者当中，让我们的心不仅是求主保守不被恶者所害，也不要与恶者为伍。那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此时此刻的我最需要谨慎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悔改，我们要向你认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权柄，我们真的是不完全明白，甚至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在那无意中造成了别人的危害，或者是造成了自己的危害。恳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在即将这个开工或者是已经开始上班的时候，求主保守我们在2023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也救我们不成为那恶者。因为一切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来投靠你，寻求你的心意，主，我们就比较能够善用我们自己的权柄。更多的是我们仰望主你的主权，你才是我们的主，你才是那真正决定不管是方向还是结果的主。恳求主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来经历你的平安，来经历你成为那个好的权柄的管理者。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愿我们在接下来要主日要来开始开工，要准备开学的时候，我们领受从主来的权柄，成为好管家。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